为了要解决这乌多摆乱停的问题，中华县政府去年6月开始，伫中华火车头参病院附近部分路段开放这电话卡会当停乌多摆的政策。今年7月，搁再增加2个路段，有民众是真认同。有这新兴障碍团体也伫咧烦恼讲，安尼影响到因行路，希望政府就爱甲这配套措施做好势。停车格满满拢是机车，暂停营业的戏院电话卡嘛拢互机车挡掉咧。中华火车站附近的机车位歹找，为着解决机车违规乱停的问题，中华县政府去年中试办开放电话卡停机车政策，民众反应袂歹，表示真利便。骑楼停车还蛮可以的，如果遇到下雨的话，这不会淋湿这样的呀。水过人就会一个真正。尽目前吼，现是做较小可改善一寡嘛，啊无是较早起来，警察真认真咧开单。根据统计，2021年参2022年，彰化市乌多摆违规停车处地案件拢有万外件，民众真情机车真正无地停。县府去年6月15开始，陆续伫中华火车站参病院附近的14个路段开放电话卡停机车。今年7月，搁增加彰化市华山路的五信银行参中华路这2个点，但是电话卡停机车有身心障碍团体烦恼会影响因的用路权。开放一些，比如说像银行门口啊那一些，那你其他的话，可能我们已经习惯说那个空间了，所以你现在又开放的话，又停车可能又会造成过路人还是我们身障人士的不便。公告的时候也有明定相关的停车规范，要停骑楼时就是要用牵引的方式哈。另外在3.5公尺以上的骑楼部分，我们以停1排为原则，为了就是要保持1.5公尺的径宽哈，让行人可以方便通行。交通处表示，虽然有开放电话卡停机车，嘛是爱遵守相关的规定，绝对爱留1.5公尺块行路空间。违规的话，警察局也是当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600块以上，1,200块以下罚单。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